最後睇埋呢個967嘅 boy 單位，只有2個單位開放，而家唔知道你又鍾意邊個呢？一入嚟門口嘅位置，先嚟就係客飯廳，走廊旁邊就係洗手間，然後就係3個睡房，每一個睡房都落地窗嘅設計。望住呢個一望無際嘅山海雙景，壽臣山、深水灣都係香港名物嘅景觀。主人套房，全部廳房同向。香港人最愛嘅聚居地、富豪集中地，呢個就係傳說中嘅香港聚寶盆。主人浴室嘅位置呢，亦都係做咗乾濕分離。走廊旁邊亦都有一個特色嘅設計，做咗一個特色嘅牆同埋收納櫃。同你睇緊嘅係 B 單位，廚房嘅位置、升級廚具全部配備好，而且望住嘅都係呢個咁靚嘅景觀。唔少得嘅當然係工作套房啦。